台湾的劳动基准法实施到今年拄好是满40年啊。这个劳工团体今是召开记者会，提出劳工版的修正草案，包括增加加班费、享护劳工7天的国定假日，佮增加退休金等等。希望9月会当把修正草案送入去立法院，启动修法。 台湾的劳基法实施较大，今年拄好满40年。劳基法当中加班费的部分，拢毋捌改变过，拢是1.33倍甲1.66倍的加班费率。劳工团体组成尊严劳动修法联盟，要求伫这个什么拢起价的年代，加班费嘛爱说咧增加才正常。一般工时的加班费率其实1.33和1.66的部分已经持续了40年没有修订，那所以它也会影响到这个第32条之一有关于补休的部分。 那也会因为说，这个立法委员也会说，因为难以计算，所以只能用工作时数来换算哈。所以我们会希望说，24条的部分，立法委员能够修法好，让这个1.33、1.66变成2倍和3倍，让台湾的劳工的在加班费的部分能够获得合理的薪资。来自无共力气的工会团体组成尊严劳动修法联盟，公布劳工版的劳基法修正草案，包括提高加班费、限我7天假日、增加退休金、保障工课权、绿色爱保障甲罚款爱有效6大修法方向。建议修法内容内底嘛包括照顾绿色劳工。劳工团体指出，亲像渔工、手工、营造工，也是看护工，常常超过工时、加班、赶工，却拢无工时记录。要求趁这届修法，爱立法要求雇主提供这个劳工的上下班记录。雇主有较无良心的嘛，就感觉讲啊，这算起来，那依法去算起来会足侪钱的。所以阮常常听到就讲饮水啊啦，火烧啊啦，这寡资料拢无去啊。阮感觉这拢是一个理由啦。所以阮感觉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上简单的就是逐个月互劳工薪水的同时，你搁互伊打卡单，安尼银行会使。 马上会使去算，看有问题无。另外，台湾伫2016年实施1礼拜休2天，所以减少7天的国定假日。尊严劳动修法联盟要求政府爱恢复原本的国定假日，来增加劳工休困的时间，以免过劳，嘛会当带动台湾国内的观光产业。尊严劳动修法联盟希望9月份会当甲民间版的修法草案送入立法院，争取摆入后一个会期，启动劳基法。修法的工程，记者陈阿双、柯秉哲台北报道。